歡迎大家嚟到文進講呢啲講嗰啲，我呢個頻道嘅説三道四環節。咁咧就今一集咧係應該算係總結喺《夜王》呢部電影之前咧，係由97回歸至到《夜王》誕生期間咧，其實有乜嘢嘅港產片係同歡場啊、夜總會啊、同一啲情色行業有關嘅題材嘅電影。好啦，咁我繼續咯，因為咧呢次講快啲都要一期完晒先得。喺呢個1998年有啲乜嘢同夜總會嘅景或者嘅內容有關嘅電影呢？嗱，有一部就係呢個《古惑仔》第5集《龍爭虎鬥》啊。咁大家都記得咧，呢一集就係有鄭浩南呢個新嘅角色出現啦。咁另外咧喺馬來西亞出場嘅大話精啊，嗰個叫做舒淇飾演嘅阿玲啊，美玲啊，我哋係去到吉隆坡咧就拍夜總會，因為呢個角色咧就喺夜總會一路唱歌一路眼神挑逗啊，意見咧阿陳浩南咧係出場嘅。咁嗰個夜總會咧就係寶哥嘅場嚟㗎，好大嘅，我諗係幾百個小姐，好多房咁啊！大家睇過戲都知道啦。咁應該都係星馬嘅夜總會咧，曾幾何時都係好流行嘅。新加坡有，馬來西亞有。咁另外咧就有一套戲係好重要嘅，叫做《野獸刑警》。黃秋生攞影帝，黃敏德、周海媚，而譚耀文咧就係攞咗呢個最佳男配角。入邊去做阿撳釘華，咁周海媚咧就係做夜總會嘅媽媽生，就好似而家夜王入邊有 Coco 啊、咪咪姐啊嗰啲咁樣。咁呢套戲咧就係亦係好典型，即係呈現咗當時下90年代中末仍然係有呢個尖東夜總會文化，亦有陀地，亦有收片啊，亦有黑社會照住咁樣。咁呢一年好奇怪，有部戲叫做《香港大夜總會》喎。咁我真係唔係好有印象，因為好似係有啲日本資金嘅，好似係日本片添。咁我啲高手喺下邊留言啦。好啦，到咗99年啦，99年咧有部戲咧，大家就對於一個新嘅明星嘅誕生咧，好有期待。個叫張柏芝，因為佢咧就拍阿星爺嘅嗰部戲叫做《喜劇之王》。戲入邊咧，佢都係喺夜總會做小姐嘅，着晒校服咧就係有制服誘惑啊。咁所以當時嘅夜總會咧，喺星爺嗰啲電影入邊咧，係即係其中一個場景之一嚟嘅。咁另外一部戲就叫舞廳，不過同阿黃志強嗰套舞廳應該唔同啦，因為即係票房好差，得70幾萬。另外有2部咧都係票房好差嘅，但應該都同我所要求嘅呢種元素有關。一部叫做《睡在下流社會的日子》，另外一部咧就叫《旺角靚妹仔》。咁呢啲相信記得嘅人都唔係好多啦。好啦，咁踏入千禧年啦，咁我就要我本天書咧就去到1999年，所以咧我就要翻去揾我哋香港電影金像獎咧，每一年有個片目啊，有個清單啊，咁我就喺嗰度抄咗夜幾年嗰啲記錄，咁同大家繼續分享。喺2000年咧，繼續我啲古惑仔嘅番外篇咧，仍然有嘅，有部叫做《友情歲月》山雞故事。咁山雞即係陳小松嘅角色嘅個初戀情人，喺即係啲徙置區屋村長大嘅駱詠芝、梁詠琪飾演嘅，因為阿媽病重，所以佢就要去夜總會做小姐。嗰間夜總會就尖東嘅新花都，我哋喺嗰度出外景噶嘛。咁出邊個廣場睇過呢啲戲，當年有喺尖東蒲過嘅都知道啦。好似會長喺我早幾期同阿 Jack 度傾咧，就話出邊個檔魚蛋檔，咁嗰個場景咧就係山雞同埋佢女朋友喺度講數，你做乜出嚟做小姐啊？你唔知道我阿媽病咗咩？我需要等錢使。當時啲人嘅小姐嘅故事就係咁啦。咁另外咧有一部戲係好重要嘅，陳果導演嘅《妓女3部曲》嘅第一部。陳果我哋知道佢有香港3部曲啦，即係香港製造細路祥嗰啲。咁《妓女3部曲》嘅第一部叫《流年飄飄》，秦海璐攞咗金馬影后，就佢喺大連嚟到香港就做妓女，咁亦係喺2000年嘅時候誕生嘅。咁另外咧就有一部戲，我相信記得嘅人好少啊，就係叫做《新三郎之
歡場屠夫啊，我哋都知道三郎案咧係已經屢次被改編，咁今次個副題叫做歡場屠夫，即係專溝啲舞小姐埋手啦。咁呢部戲嘅導演啊何樹培咧就後尾好似喺內地就幫手拍《還珠格格》嘅。咁主角係邊個咧？主角係鄭浩南同雷宇揚。咁另外就仲有一部又係好低成本，叫做《街女之 High K》。High K 可能嗰陣時啲即係搖頭啊，定係即係索 K 啊。女主角咧就係姚樂怡。咁啊，另外仲有一部叫做《情陷百樂門》，百樂門應該夜總會啩。好啦，喺2001年咧就係阿陳果嘅《妓女三部曲》嘅第二部，叫做《香港有個荷里活》。佢第一部係令秦海璐攞影后，第二部咧係周迅做嘅。到第三部咧就係2018年三夫啊，個曾美慧孜咧都攞咗影后喎，好犀利喎！所以陳果咧都係影后嘅製造者。咁呢一年嘅2002年咧，香港人已經逐漸遠離歡場，而尖東嘅夜場咧，亦都已經即係式微啦。咁啊，逐漸係轉型啦。咁而我哋觀眾係睇緊咩戲咧？就睇緊嗰一年咧，睇少林足球啦，2002年，或者係睇下劉德華同埋 Sammy 嘅瘦身男女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整個行業即係慢慢喺題材方面嘅轉型。好，到2002年咧，有一部戲成日攞嚟同夜王相提並論，就係吳君如、陳可辛嘅金雞。用一隻雞啊，即係妓女咧，就折射出或者係近年嘅香港嘅編年史咁啊。金雞大家都記得啦。咁啊喺呢一兩年咧，仲有啲譬如砵蘭街馬王啊，咁點解攞嚟提咧？就因為個導演嘅江若成啊 ，Johnny 咧其實就係喺《大話西遊》入邊飾演沙僧嗰個係我哋嘅資深副導演啊，佢都做過導演嘅。咁2002年咧，其實港產片已經係低落啦。好在嗰一年咧就有《無間道》嘅誕生，另外仲有嚦咕新年財啊、一碌蔗啊、賭俠2002啊，咁阿謝霆鋒咧就拍文藝片啊，《戀愛行星》就嗰一年嘅背景。到2003年咧就係金雞前一年收得，於是乎食過翻尋味就係一個金雞2，咁啊已經揾唔到同夜總會即係馬攬嗰啲有關嘅港產片，但係咧就有嘅捉奸片喎，因為彭浩翔嘅大丈夫同後尾佢拍大丈夫2就係曾志偉啊，佢哋嗰啲即係去偷食啊，就避開啲老婆啊，毛姐啊，帶住一班老婆咧就去冚檔，就係大丈夫。到2004年咧就有兩部片，我覺得雖然同夜總會夜場冇關，但係都值得一提。一部叫《旺角黑夜》，阿爾冬升導演嘅，阿張柏芝就飾演旺角嘅嗰啲偷渡嚟香港嘅妓女。咁呢套戲咧都帶嚟好多獎項嘅榮譽。另外一部咧就係阿黃精甫。即係呢個導演咧係一鳴驚人嘅，就係《江湖》，就張學友同阿劉德華。2004年有啲乜嘢重要嘅電影咧？除咗呢兩部係即係我特登將個歸類都可以提下嘅之外，就係周星馳嘅功夫啦，即係立晒啲獎咁滯啦。好啦，到2005年咧就有一個人誕生啦。呢個人咧喺前兩年嘅大丈夫啊、買兇殺人咧，就大家睇到佢嘅才華，呢個叫彭浩翔。原來彭浩翔咧就拍過一套戲叫做 AV， 就只係講一班大學生學人去拍 AV 啊。咁啊，主角咧有周俊偉同埋黃又南同埋一紮日本嘅 AV 女星。另外咧就有一部阿爾冬升喺《旺角黑夜》之後自己即係自立門戶啦，所以佢一口氣拍咗兩部戲，一部叫做《早熟》。房祖名同埋薛凱琪，另外一部就叫《千杯不醉》，就係嗰啲夜晚嘅夜場嘅酒吧，同埋楊千嬅同阿吳彥祖做嘅。咁麥莊咧，麥兆輝、莊文強喺《無間道》之後咧，佢哋呢個組合都係好搶手啊！佢哋居然遠赴東京咧拍咗一部戲，係同東京嘅夜總會有關嘅。嗰部戲叫做《情義兩心知》，阿黎明做主角嘅，女主角咧做媽媽神嗰個係台灣金馬獎影后楊貴媚。咁呢一年咧，劉偉強有時做緊咩啊？劉偉強有時拍緊《頭文字 D》，陳可辛拍緊《如果愛》，關錦鵬拍緊《長恨歌》，而杜琪峰就開始拍佢嘅《黑社會》啦。好啦，咁啊呢個係2005年，到2006年咧，《大丈夫》第一集收得就有第二集啦。咁啊有一部戲咧就都係夜場，不過呢種場咧叫差妹場，就
今時今日咧，炙手可熱嘅黃子華咧就喺呢部戲入邊做男主角嘅，女主角係應采兒，係啊林華全導演叫做情意拳拳啊，猜妹戲啊，咁都應該入落即係歸類啦。好啦，到2007年咧，就話邱禮濤導演多產嘅導演咧，佢就拍咗一套戲叫《性工作者十一談》，阿朱茵咧係做女主角嘅。呢部戲咧仲有個續集喎，就叫做《性工作者》。二之我不賣身我賣子宮，就劉美君做女主角，呢個係第2年2008年，劉美君咧憑呢部戲係攞咗金馬獎影后，唔係好多人記得嘅。2008年除咗繼續有呢個性工作者2之外咧，陳慶嘉咧就開始一紮嗰啲內衣少女絕世好啦，咁就同秦小珍就拍咗個內衣少女，咁當然就同歡場無關啦，但係都值得一提。咁有一個好導演就從天而降啦，佢叫做鄭保瑞，佢嘅軍雞咧就係呢一年見大家嘅。2008年咧就係葉問誕生啦。好啦，咁到2009年咧，翁子光嘅第一部戲《明媚時光》好似都係講即係援交嘅。咁另外就有晶哥有一部咧係被忽略嘅戲，叫做《旺角監獄》，其實就係模仿或者係即係參考韋家輝嘅神探，即係一個人分裂出嚟有好幾個人。咁呢部戲入邊嘅張家輝咧就分裂咗出嚟，有一個即係張家輝嘅靈魂叩問嘅角色喺度陪住佢。但係點解會提咧？因為戲入邊嘅莫小琪同孟瑤咧係去啲公寓賣淫咁樣，所以呢部戲我都歸類入嚟。咁而2009年咧，我哋港產片最重要就係《竊聽風雲》系列即係誕生啦，另外就有《十月圍城》《歲月神偷》咁呢啲戲。到2010年咧，就有莊文強特登去玩我哋黑社會古惑仔戲咧，叫做《飛沙風中傳》。另外有《志明與春嬌》系列就係呢一年誕生噶啦。一路即係拍到2011年都仲有嘅。好啦，呢一年咧有一部戲咧就開始係講就唔同上一個10年嗰啲即係香港舞男嗰啲戲，就係講即係鴨店嗰部戲叫《出軌的女人》潘元良導演嘅，就有夏文汐喺加拿大翻嚟就做一個即係寂寞難耐嘅女人一堆女人就去嗰啲鴨店。陳偉霆嗰時未紅都做鴨好啦，咁另外就有一部咧就係啲王晶同埋彭浩翔佢嘅特色咧就叫做猛男滾死隊。王晶嘅就一班男人去滾有詹瑞文志偉杜汶澤呢個鐵三角。咁女主角係周秀娜。咁呢輪周秀娜嘅新聞當然係好多啦。另外又出咗一系列嘅戲，已經過身嘅錢國偉拍嘅戲叫《喜愛夜蒲》，就係夜蒲系列。咁到咗2012年，彭浩翔同杜汶澤呢個組合咧，其實好受當時嘅香港影迷歡迎嘅，所以呢一年咧有部叫做低俗喜劇。錢國偉嘅夜蒲戲咧，前邊嗰部叫做《喜愛夜蒲1》，呢部係《喜愛夜蒲2》。另外一部戲係將香港人想去東莞尋歡作樂嗰個咁嘅生態做嗰啲咁嘅情況咧，就拍出嚟嗰部戲。嗰部戲叫做《一路向西》，係胡耀輝導演嘅，即係話俾你聽點樣上到去即係東莞嗰啲沖涼就係東莞莞式嗰啲即係老司機知我講乜啦。2013年繼續係杜汶澤同余文樂佢哋個班底包括志偉個仔曾國祥就飛虎出征，又講一班麻甩仔去澳門滾嘅戲。另外就佢哋當時郭子健羅耀輝佢哋呢班新生代導演，居然拍咗一部戲叫做《重口味》。呢部重口味聽講幾重口味嘅。2014年陳可辛同吳君如喺《金雞1、2》之後咧，到呢一年卒之又揾一部戲賀歲叫做《金雞 SSS》，當然都係同妓女應召有關啦。而我上一集有講過啦，就係佢哋喺97年嘅時候有部叫《豪情夜生活》，2014年就有部叫《3D 豪情》，係杜汶澤、何超儀做女主角嘅。另外仲有古天樂古老闆除此之外咧，阿 Sa 咧就轉型，佢咧就係拍一套戲叫做《初妓》，同任達華。呢部戲咧係邱禮濤導演嘅，好似都幫阿 Sa 咧有冇爭取到即係榮譽。總之就大家覺得佢都肯豁出去咁唔錯嘅。好啦，到2015年咧就係
唔知點解就唔係啲舞小姐，係啲舞男啊。阿晶哥咧就捧咗佢底下一個新人嘅何浩文，咁另外一個就係啲輪就係新聞人物嘅袁嘉敏咧，就拍咗一套戲叫《鴨王》。咁啊，另外阿君如咧就呢一年拍咗一部叫《十二金鴨》，就佢反轉套戲，就直情係當一個男人咁樣做嘅。咁啊，佢哋兩公婆嘅人脈就當然幾乎全香港嘅男明星都幫忙客串啦。咁另外有一部咧，錢國偉喺香港拍咗《夜蒲》之後，走咗台灣拍《台北夜蒲》就團團轉，都係錢國偉嘅戲。咁另外仲有阿翁秀蘭，咁佢咧就係幕後嘅人，佢拍咗個叫《花街柳巷》，同阿吳嘉麗合作嘅。另外胡耀輝咧喺《一路向西》之後咧就拍咗《猛龍特種》。咁另外有一部細片啊，周柏豪做叫做《色無》，即係模特兒。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人叫廖子瑜，佢喺阿彭浩翔監製、阿陸以森導演嘅《同班同學》入邊咧就犧牲色相，大膽演出，但係經過喺香港捱咗10年，而家廖子瑜已經脫胎換骨，係另外一個面貌。今年問鼎金像獎影后啊！咁啊，而呢一年啦，喺2015年咧，仲有一個名字嘅誕生，就係拍《踏血尋梅》嘅翁子光。咁翁子光呢部戲都係講援交噶嘛，所以大家都要記住。到2016年咧，《甲王》係賣得，所以就有《甲王2》啦。但係另外一部咧就拍澳門嗰啲骨場，我叫骨妹，就係廖子瑜嘅第2部戲。咁而家呢個女導演啊，徐欣善嘅新片咧，正在香港就熱放之中。好啦，到2017年咧，就有一部戲啊，伍健雄監製叫《私人會所》，因為夜總會冇啦，轉型去私人會所啊嘛。今年咧仲有2部戲我都冇睇到啊，所以我唔知道歸唔歸類。一部叫《以青春的名義》啊，劉嘉玲就同一個大學生，好似係吳兆軒啊，係做男主角嘅。另外一部叫《女士復仇》，就係火火導演。2018年咧就有隨師當然唔係夜總會戲，但係即係所謂係易服癖啊，都係屬於即係另類嘅戲。呢個咧就係舒淇監製佢嘅學生咧就做導演。阿姜浩文呢部戲咧令佢轉型同埋攞即係好多提名嘅獎。呢一年2018年咧就黃子華唔再做棟篤笑，就拍棟篤特工啦。而最熱門嘅港產片就無雙啦。咁阿陳果嘅妓女3部曲咧，今年就有第3部三夫嚇。好啦，到2019年咧，咁就有一套嘅墮落花，咁就拍咗知殺。大家覺得唔錯啊！呢個李卓賓佢咧就話拍咗一部係艾迪同溫碧霞，但係呢部戲就真係好差啦。咁啊，翠絲之後咧，類似呢啲開始大膽同性戀啊、男同性戀嘅電影都出現，就係叔叔啊，太保攞影帝嘅獎。到啦2021年咧。2020年同埋2021年咧就疫情嚟啦，咁我香港嘅戲院咧大部分都關門，大家都仲記得啦，係咪？咁2020年咧基本上全年就係戲院即係閉門啊，即係冇做生意。到2021年咧就有一半年做到生意嘅，咁啊呢一年咧就係呢個陳茂賢嘅《不日成婚》咧就誕生啦。但係我哋香港人最有印象嗰部戲叫《梅艷芳》，喺年底嘅時候咁啊。與此同時咧，居然有一部戲咧叫《香港蘭桂坊》，伍國成做導演嘅。咁啊，胡慧康同張建升做男主角，唔知係咪蘭桂坊嘅面貌咧都係夜生活啦，但係我就冇睇到呢部戲。咁啊喺2022年咧，基本上所有寬場嘅戲啊，或者呢方面即係咁嘅題材戲就絕跡，因為2022年我哋有啲咩戲啊？我哋有《飯氣攻心》、有《正義迴廊》、有《流水落花》同埋有《風再起時》。2023年咧就有《毒舌大狀》、《金手指》同埋《不日成婚》第2集。冇嗰啲我啲一個歸類嘅嗰種類型片。到2024年咧，吳家偉就拍咗《紮職2同3》，咁啊有一部戲就係女學生賣底褲，嗰部戲叫《記了一整個春天》，就係 Martha 邱燕彤做嘅。到2025年咧，基本上呢啲戲就再冇，即係再不被青睞。觀眾離棄，亦冇投資方願意拍所謂歡場電影、情色電影或者係啲架步啊、應召女郎呢啲戲，直至到吳偉倫嘅夜王咧，就將我哋帶翻去尖東夜總會嘅世界。咁原來一眨眼，啲
29年嚟咧，我頭先講個清單咧就係呢一類戲。咁啊，我哋都知道冇比較就冇傷害。近啲29年，我哋香港電影咧真係每下愈放，即係無論係題材或者票房或者觀眾去中意睇我哋全盛時期嘅港產片咧，嗰個咁嘅吸引力都即係爭一大半啊！咁我所以希望夜王啊，應該我哋出街嘅時候咧已經邁向1億嘅票房啦，能夠替我哋打一個強心針，令到香港有機會再復甦。咁我一連講咗4集，就係啲歡場電影咧，其實同大家嚟咗一個回顧同總結。咁希望你哋中意，亦中意我嘅勤奮同努力啦，啲資料搜集啦，種種呢啲片名咧，希望帶俾你哋一啲集體回憶。咁呢一集到此為止，就同大家講拜拜啦。